陳教授、潘顧問、各位老師、午安吓，大家好啊！好開心咧喺呢度同大家咧係介紹呢一個嘅釋放，呢個釋放創意潛能計劃。OK，咁我哋就繼續落去啦。咁我繼續落去先。好，咁我哋咧呢個評審計劃咧就個流程係咁樣啦。頭先咧就主席咧都提過嘅。咁其實咧，大家會睇到呢度有個喺我哋嘅網頁度咧，真係有好豐富嘅資料啊！咁大家一定咧都要上去睇睇，唔好錯過嚇。好，咁繼續咧就睇下啦。我哋嘅評審計劃啦，其實咧就係冇設特定嘅主題範疇嘅，只要咧適用於今年來嘅學習都可以嘅。咁嗰個對象咧就不限於我哋可以係中小幼嘅老師啦，咁在學嘅大學生啦，其實佢哋都可以參加嘅。咁有啲咩科目啊？傳統嘅我哋嘅中英數啦。科學啦、常識啦有關於咧國民教育啊、跨學科嘅學習啊、學生成長輔導嘅設計都可以嘅。咁個作品形式咧好多樣化嚇，過往都可以大家咧係教學嘅簡報啦，有如果你係設計一啲玩樂嘅遊戲啊、教具啊都可以嘅咁歡迎咧個設計係做咗實踐嘅啦。咁變咗咧，我哋可以睇到具體嘅成效啦。咁亦都希望咧，即係大學嘅同學啊，準教師都可以遞交喎。你未實踐嘅創意教學實例都可以嘅。好，咁我哋嘅評審計劃咧，就係可以分為咧有優秀教學一等獎、二等獎同埋三等獎。咁會有咧我哋嘅專家簽發證書啦。咁證書上面咧都會列到咧參與嘅時數喎，仲有神秘嘅獎勵添。咁除咗一等獎、二等獎、三等獎之外咧，我哋仲會有出色教學設計獎嘅，係啦。咁就亦都設有精神可嘉設計獎，咁亦都有相應嘅獎狀啦。咁若果喺學校咧，佢哋係有多隊參加喎，咁我哋咧會頒發學校團隊創新獎嘅，咁會有專家簽發獎狀啦。我哋會仲特別預備個橫額喎，嘉許學校嘅團隊嚇。好，咁睇睇咯，評審我哋咧會由咧四個部分咧係組成嘅，各佔25%。咁包括有咩咧？第一部分就係個意念簡介，然後咧就係構思嘅過程啦，使用步驟啦，同埋咧運用嘅成效。好啦，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咯。咁我哋嘅設計內容同埋教件咧，要富原創性啦、趣味性、主題性同埋可用性，能夠咧凸顯設計嘅理念同埋策略，創意嘅元素獨特，咁運用成效顯著。咁所有嘅作品咧都要列出你嘅資料出處喎，同埋呢啲圖像唔好涉及任何嘅私隱爭議，亦都唔可以違法，有侵犯咧知識版權嚇。咁我哋6月7號咧評審大會串咧究竟係點樣去分享啊？咁我哋咧都會稍後提供指引嘅。咁其實嗰日真係好精彩嘅。點解咧？每一年咧，我哋都即係過往2屆啦嚇，咁我哋都可以咧有我哋有成接近啦30，有一次係30幾隊嘅。我哋分2組去做呢一個。點解我被靜音啊？聽唔聽到啊？聽到，哦，聽到，聽到，唔該晒。聽到，聽到。係啊，唔係佢突然間彈咗個嘢，唔知被靜音嚇咗我一跳，唔好意思啊。係咁咧，就其實我自己嚟睇啦。其實6月7號嗰日咧係一個好好嘅機會，俾參賽嘅老師咧係互相觀摩。我自己咧係好耐之前啦，參加呢個創意教學大會串，其中啦一個好大嘅得着就係互相觀摩，所以6月7號咧，大家一定唔可以錯過㗎嚇。咁頒獎禮咧，亦都係
好嘅喎，因為我哋咧冇辦法咧一次過30隊咧就輪到嚟嘅，咁所以我哋就會分咗兩組，咁變咗喺頒獎禮嗰日咧，我哋就邀請咧係兩組裏邊表現優秀突出嘅老師團隊去分享啦，咁亦都會咧邀請獲獎嘅老師啦參加跟創意教師對談呢個環節嘅。聽咗之後，大家係咪好想參加咧？好，咁大家報名點樣㗎？咁上去 CTA 嘅網頁啦，咁我哋咧就有第3屆創意教學評審計劃，咁嗰度咧就會係有一啲連結，咁連結咗咧就去個報名表㗎咯喎，咁俾大家睇下。好，報名資格咁我想特別講啦，每所學校咧參加者最多6個人，咁最多交3份作品喎，3件嘅作品，咁每組參加者唔可以超過4人好，咁每組咧只需要遞交1份報名表嘅啫，報名表格內所有項目咧都需要填寫嘅，係每份作品交1份報名表嘛。係啦，如果我有3組，即係要交3份噶啦，報名表噶啦大家留意。好，咁參加評審嘅教件設計啦，咁大家咧都要花啲時間去填寫喎，裏邊咧個聯絡人好重要噶啦好，咁要講翻作品嘅名稱啦，適用嘅組別啦，教學嘅時候運用邊個嘅語言啦，教時等。咁我哋繼續睇落去咯。頭先係咪提到我哋有4個嘅評審項目啊？係啦，咁大家咧可以用喺500字之內咧係交代裏邊嘅過程嘅。咁當然啦，有學生作品咧，你就可以係作為附件啦，擺入去裏邊喎。好，咁遞交作品嘅流程啦。咁其實3月11號開始已經可以交噶啦。咁最遲咧就5月27號交喎。咁個教件咧個設計表咧係附教件嘅內容啦。唔超過20 M。咁透過電郵咧就遞交去對創意教師協會。咁本會咧會進一步安排透過群組啦，或者個別嘅 WhatsApp 通知，亦都會透過電郵確認嘅。咁我嘅介紹嚟到呢度啦，因為咧係跟住嘅老師分享咧更精彩吓。好，咁大家耐心等一等吓。